继续关心美国驻黎巴嫩的大使馆初五发生枪案，嫌犯每个毛球枪支弹着，目前伫病院。疑犯案的动机也搁在了解。对黎巴嫩的媒体是表示讲，嫌犯枪的架顶悬有印伊斯兰国相关的字，不过目前也无组织承认犯案。 黎巴嫩军方表示，有一个枪手初五早起8点半了后，想要攻击伫贝鲁特郊区外的美国大使馆。枪手去予黎巴嫩士兵开枪逮捕，佫已经送医。根据了解，枪手是叙利亚人。ما خدنا وقتنا بس طلع أكثر من 15 ل 20 طلقة يعني وقفنا هون ركضنا لهون لنشوف شو صاير. 美国大使馆表示，有通报伫入口的所在发生小规模枪战，持续差不多半点钟，无去伤到大使馆的人员。不过馆外有一个警卫受伤。美国大使馆初五礼拜三暂时关起来，一定初六拜四开放。2023年9月，黎巴嫩的美国大使馆原来8号考枪，不过甲政治目的无关系，嘛无造成伤亡。根据黎巴嫩的媒体报道，初五这件枪击案的犯案目的也无清楚。有相片显示，有一个规身躯笼罩灰的枪手，穿黑色的甲。 顶悬用阿拉伯语写伊斯兰国加英文字母 IS， 互人认为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缩写。DSS is coordinating with the Lebanese to answer that question. We are aware that the individual who was arrested was wearing what appeared to be ISIS insignia. 枪击发生的时阵，当地紧张的局势也真悬。黎巴嫩真主党甲以色列国防军几落个月的战斗对抗，互两个边界附近已经有几落千人无处通住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内阁极右派成员要求打击真主党的压力下，初五前往北部边境地区边境局，伊的政府暗算对有伊拢伫后边做靠山的真主党采取真强硬的行动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